江生件點解唔過時？大家睇睇我哋出貨嘅量就知道啦。我哋日日都喺度做緊平安扣啦、如意啊，點解佢咁經得起歲月嘅洗禮，唔會過時？其實好簡單，呢種簡約嘅線條，佢好受大眾中意。戴上身嘅時候，佢又好百搭。江生件最主要睇嘅係翡翠料本身嘅品質，好似呢個平安扣，佢簡單就做咗一個夾雙嘅一個扣頭，戴起嚟佢就好簡約大氣。如果中意佛工嘅，佢要種水達到好老好好，有一種膠感、柔和感嘅時候，佢好乾淨。其次喺江生件裏面見得最多嘅就係蛋面，蛋面其實對料嘅要求，厚度夠，種水又要夠，顏色嘅底色亦都要清爽乾淨。佢個名都叫如意，但佢嘅樣每一個都係做得唔一樣，每一款嘅料顏色同埋佢嘅冰潤度嘅厚度都完全係唔一樣嘅。呢種咁隨性嘅線條同埋葉子，每一片葉唔同嘅紋理，邊一個你更中意？唔同嘅性格亦都有唔同嘅選擇。如果係追求料本身嘅簡單嘅一個料加個扣頭，亦都叫無事牌。呢幾款嘅無事牌都係1萬出頭嘅品質，係好啱日常佩戴嘅朋友選擇。瓜果呢個題材，我相信大家喺前呢度睇瓜果豆已經唔少呢一手鑲嵌好嘅葫蘆嘅題材。每一個葫蘆呢，佢都好唔一樣。如果大家中意品質翡翠嘅入門款，前非常建議大家首先考慮嘅就係江生件。咁我哋呢度呢，每日都會生產唔同嘅江生件嘅款式。如果大家想睇多啲款式嘅，不妨直接嚟坪洲揾錢錢，關注我賣翡翠唔踩坑。